香港人過農曆新年，一般都會辦下年貨，一家人食餐豐富嘅團年飯。但同時間，社會上有唔少人需要我哋伸出援手。而家有啲志願機構會向街市、食肆同埋超級市場收集剩餘或者係捐贈嘅食物。經過嚴格處理同烹調之後，再將呢啲煮好嘅食物轉贈俾有需要人士。幫到人之餘，又可以減少浪費。我希望大家都有呢種分享嘅精神，將愛心同溫暖帶俾有需要嘅人，一齊過一個有意義嘅農曆新年。新一年係馬年，我哋祝各位香港市民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。